请听上篇台是老年夫第12回诗唱，由张建林、张建国演唱。真用为门做三者，谁见了上就是打你讲。等些呢，这啲来宾谁呀几几呢？来在外头呢，一起真正最几里。所以来让我们大真用讲，现在呢，非在理想，希望里歇息片刻。稍微等些，我会得派人来请来的。那么真用打你啥啊？两个童儿被子里去，不晓得这两个童儿呢头不香。哎呀，这想去看东西，因为我这个西北子龙骨高上扎拉长，靠着那忙。两高的大岗上，往西乡是西乡嘛，拿个真用忘记他个他。都是要一大路根子里多上走，越走越好，越走越好。哎呦，真用像哪么这样子啊？我现在是在个女客厅，谁是女客？满公姑里太太，满公姑里奶奶，满公姑里三条，不认得我个，不要紧个。等此一些，谁要见男客？个男客呢，来买来说。做现在呢当中有个不认得我呢，我小平要为龙出版新民办法了，所以真用慌了。那么我为是在希望去真以为是男人，刚说这样子看，科技旁边里的要白龙，那么让我一个字为是在忽悠里向去对不想，因为刚才当我说的，等是一些，谁怕人，大概他的进我走去。在等学语言的心，实际上一来不是体质，所以这两个动物里理也不理的多，就说不周身来忙孙子忽悠里向踱了踱，走了走，还是一个字忽悠里去不想嘛。你想上次了抽象的辰光呢，忽悠里向进去的没好，今朝呢在还可以不想，其实真用啊，今朝的到忽悠。无他的，哪位的无他们那上次的都是相互忽悠，今朝呢给他是礼部天姑父的忽悠，所以两样的，真用一路走嘛，四面看看，心里想总归有的对心事。真用心中有终于他是一路人来心悲怕少叮叮，当日把兵可见，触碰机关民内泪。的人生与我又给他忽悠的心是心的嘞，根本你就像这种忽悠真正的字样，这地宾客谁了听老乡
所以给他花园里呢，的确是不少人的。对对对，哎，真用呢欢喜亲人的，一大路走走嘛，思念茫茫看看。真用是把花季绕出这。自己之花一插金丝雨，那公园更比西有美。哎，过来看见儿童们忙到儿童们的闺蜜啦，哎呦，这个然后比刚正的这是为呀哈，今日真用啊！你在隆隆听上，给发花园呢是那三人屋里，公儿童们也是人高的，少年高，通真寺大堂这文物的屋里，真用哪些的？实在你高大个石高也很不够，忽悠在姑娘跟着这个当中啊里一道围墙，不能搞弄错他呢，导致里有外有东有西有，几人两上都有花有，根本真容易不晓得的。一看嘛，给他有点安排，门啊不关，不对一看，一大楼大姑儿童们。在闺蜜一望，哎呦，一看一种高个驴，望上去幽幽密密，阿姨叫跟你三人驴，那么智慧是这，看见一种三人驴说个已经这样稀奇啥啥，说个望上去幽幽密密，我给个数字了明日人光呢，才是二房子。要低到哪个程度呢？我一道水立了地浪向，达到了我的，才是低的呀。所以呢，现在看见咱一条路，有一个二人路已经蛮高的，上头就说围有一条路，这是不得了，三人路呀。明日辰光看见咱一条路嘛，这个高的嘞，幽幽密密，望上去几个字啊，就说抬眼入心。神仙国下面就变本楼，上头三人里了呢，有一块地啊，叫神仙国。哎呦，真用像这个一个名目好的嘞，这道国叫神仙国，下头一块黄个地啊呢。标本楼，从寺庙上来看呢，标本楼里向是上康好的书本，下头一只厅叫标本堂，真用像东西拿出来的，还是在里向去对不相像，这个你说在里呢，他的上人屋里，你也不晓得第二个人搞的。你马上指标本堂里向打进来，四面对条河局才是名人。真用看这个米大美哈，就说再走在旁边的过来不计花路啦，看见这武器，对，下头是标本堂，上头呢标本楼。下头不好的书本的，所以这条河局四面的才是80，好的书本呢，大家送来让流浪，这么个做诗人呀，几何欢喜诗的嘞。看见的标本楼上有好的书本，背要上去看看，那么大的武器跟水，哒啦，海听亮起来，一道水，
忙正来鼓浪一荡，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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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今日真用啊！你看看清爽，这个标本里旁边的围一块板子，就是真用分口几个，叫数日立在，分清呢自家起个，我在那唱上去个，科技发现马上就要杀个，要重要的这两个钟啊！真用呢分科技。你来大一个，你像啥人我的呀？所以忙生之类了，咯噔噔噔噔噔噔上去。那么肌肉上啊，重要个然后嘛，还有人看个呢，有的。所以这块把子过了，是西药然后，有来有个同儿专门看别分类，因为今着周赛者，那么你讲呢？上司不是最拿得上高的，这啲同儿呢，谁有的追求的？等些靠人得事啦，这啲同儿要去帮忙是自己的。那么现在这啲靠人分得事的辰光呢，先上的追过来不离多去吃，介绍给他看个同儿呢，自谁啊分得那个刚好嘛，还去吃追着，所以给他别本来能不能看，那么你也晓得，几乎你所看下来不能上去。老实讲，不能够，就说眼眼的现在办这个，但是大个大少年真用，理不晓得。忙中之路上，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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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我100个夫妻了，总大概10条不就每个，就说给这夫妻呢，为要个要23斤。所以最的相当吃力的，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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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用最无。达到吕郎香一口，呼哟，嘿，好然后，你看呀，是你把事，对条河腰，外头的窗小了呀，阳光所在理想，在当中啊里一毛嘛，觉得奇怪，因为两天子才是不洗手，介绍中国有30到不洗手拼拢来上上，那侬现在刚起来嘛，在个讲洗菜台上一照上个了，两天子不一样，不洗手拼拢来个，上岸呢一张玉子，这张玉子是一的，本人告诉丁丁是一种陶瓷个玉，不对的。真用仔细一看啊，是只巨龙高玉。哎呀，真用像阿位的龙车成红最的是皇帝的如何有的来着？更哪有巨龙高玉？非要是中国老百姓根本不可以的，欺君之罪要杀个，根本给个巨龙高玉上下来了。这可见两旁边湖水浪向2条龙。宫中巨条龙，在毛到下头2只骨架，是2只金毛狮子。哎呦，这在四面茫茫，另外还包含了几只玉子。那个玉子包分呢，另一只公的，当中有上岸巨龙高玉，靠上水里呢2只，靠下水里呢。这规矩还应该包2只，就说只有包1只。唯一只玉子呢偷开了啦，那么看得出来。大约呢，从有人来都在外面这玉子过来，平常呢只有这样几个人生活了啦。那么少这样人呢，真用的确看得蛮仔细。这个别分类少然后，原来是张康本章然后。石大郎想收出一个本章最明白了皇帝，他让给他你上康的，你送是刚好合适，台中两你随时让给他商量然后，所以理想本章副本，现在讲起来在国家测格这个不是了，上岸一把玉子，
你松肉，你松少接入巨龙高语，你本来一直想没往臭味，自家做皇帝，因为家庭皇帝呢年纪比较轻，娘来里水里走的，上水里呢一张你是为位于上空军之大当惹问我，可河水里一张呢并不一女亲，另外位于上有子渔人可也少500个人不走在，所以属于报了半边的。真用这对半边一口呢报了让诗哦，大家理想呢总才是诗，这么诗嘛理想总归有好的诗分的咯，别结果的看吧。真用这过来水浪可河水里一开始石门开，根本实际上从一个然后呢石门那么少贴风的，我在不用手，哎呀这个然后根本不能来，我讲怕人看了那个，所以从一个然后了手在人不用那个，因为手累得出来，怕人看了啦，真用也不晓得。石门嘎一开，这口地上头是鸽子，鸽子浪下呢才是要你问家人记你，你问在阿喝了那个，真用可个样子嘛，质量是诗文，要么是家人记你问上康的诗啊，根本不是样子要法官。这过了奇怪，可得当中啊你家人23年，大所以招待李香预备拿地诗拿出来看看，大拉出来一口嘛不是诗，本章报得台子了，真用根本来晓得这个语字哎，与欺君之罪，所属于好的位置，总想入口的。加上真用盲针子巨龙高玉郎插他入定，两张眼睛盯了子上头看一口嘛动着到10年了，原来分诗分上本章，哪晓得是本章呢？上头有几个字就看得出来，神你送归罪，这个是他皇帝讲的，上头称君王，自称神子，罪名不让皇帝听你一回罪一举了让罪名皇帝。哦哟，真用想紧着的给他标本里飞来不可，啥题到底看看这个天人海中量哪里发生的？对，属于从头之意，真用在仔细看看清爽，到底上头晓得啥个名堂来？真用不开剧本章，想那究竟做事很心善，其人是把古的本章许给公，这说各地来的本章了，罪名不是皇帝北亚经过年中的，你当来上头再改一改，看到吗？一改嘛，意思在变态的这样。老今日爱人性命，私心能善，
海，那几人万银太惨，来他是叫何意，原来是你送的先生，真被人想。那么你呢？第把你送的，你送妹妹叫姑娘身上去什么？你觉着这个何意是那个先生包了上了，自家在马上对婆你婆不上的，那么哪种法子你弄成？所以抽嘴一分了，还杀何意？你去想第把那个先生自家的老师，这样也害杀一阵。那弟子讲起来叫天地君亲师礼300个，真用妹妹心里想明白的，再看下去。杨继人手出张三三，中了杨继人这个姑娘跟对几次三番金地郎向走本章，若你送了3日，你走不了皇帝厅，那个势力大的太尉一头都在呀。那么你送几次三番弄啥的？第一次分弄啥，第二次分弄啥，所以叫三灾养鸡人。第三次不里杀他的满门抄贼。可怜一位大宗两一样说服啊！那杨继人死的是来说你，因为我听你要讲些，再看到我的马中兵成功一早去，杀他的满门子播音战马中兵还是不理弄这个无辜，利用无辜目的你来听上自家满王周围这个家庭皇帝是我个地无辜你差不多顶下再弄他。那么你呢有个几年子叫九楼垃圾的门上山海关的重兵，那么你垃圾当外国的私通打九楼讲下几日几日你当我神怪开放外国人来推打到理想这样一来你利益外我就可以满王抽围，不晓得帮当进来马中兵中量三边中之那几想真心这样的将军这定嘛到闺蜜去帮忙了打，那么弄外国人打得比较好的，那么这道理这个3日应该是9路了。介绍你送非走一本是李多年可看军粮9路7斤山海关7斤的辰光呢，李多不怕人气增援，这样一来呢我马中兵我自家老娘讲首次不理多杀了一两，那么今朝我弄明白的记得三边公子真西讲真勇士巨龙海滚滚打落雄龙上向我弟弟
是忠良辈，我们还在还有饭，心里想恨一个人搞本多黑光，原来那三样子这个本战，那我龙庭上山，真用心里想哪边很严重的。我一恨一送十几计，二恨家庭是婚完，你们知心生比谁识多，因为真是恶后难，像那忠良被风举手，记着飞儿你让干，真用是比起有理，心对怒，他是放心失身可比娘，我哈恨呐，心里想有让恨，那么真用啊？你智理想还很为非而进，你这这当心呀！来了这金马子子郎想一打呢，飞出个是要不隆咚，他写的来不隆咚的一来了，个声音河头是到标本党，因为个标本党啊，平常也叫进进出出往来的蛮多，那么才是社高的人。真正上的你的人说你告白戏啊，叫社高的用人去帮忙去，所以看标本类的人还去，那么里头有追求，但是河头来指力一上，啥人通政司大大少文我的人叫少武镇，这少武镇哪会得最高标本党？因为你刚刚了人已经是老师傅，那么去看档戏，个龙骨高山呱啦山呱啦山呱啦山，一弄小家的头脑发胀的，李水的娘高是母亲的，女儿有须头有，身子不说啊，我想上楼歇歇片刻。那么少夫人说了，你回到路上去休息吧。关着张之欧头，财务小将，深度之力，为主党率啊。那么少武镇的党率呢？为啥也最高给大呢？真的，大火油里炒了别当，所以武镇的张之一人最高的同门，到自家山高火油，打标本党过来。那么这武镇的党率做了啥然后？因为这两年的天是热，今朝是天个泥巴，天为是闷闷家的热啦。小家的党率啦，你个党率本来有西人，老他们等了东路，人们西路，因为天热必须啊，小家的党率啊，
但是在日昼夜都当随了标本类的隔壁有长类，现在在日呢总是无证的大兵，所以呢现在要忙标本党罪，现在最高标本党听见过了，哎呀，现在一想不对哇，说标本类晓得吧？标本类不人保起来。至于你阿掉你说，你是的，一没成，再问我，是出以外要你阿掉，千里多上路可以去，阿掉不归着天上路，不能过去，而且杀人闯上去，我对于几个事，叫首日列在，要杀个，因为杀道理的这种标本类杀人上去要杀。我加个机美，标本类是张康本战，因为通政司大当赵文武了，是皇帝的耳目官，离张康的本战过一个罪战，才要经过一个税的，所以最高一个税呢，那么呢皇帝比方上本战可然可知好了，我有什么了？得到举本战又要关不了。赵文我在努力抗起来，所以这个质量下张康本家里头有疑问的，家里有你，家里你家里你要说起来别当，每人追到本家那纪念文上追改，我在纪念文开支开出来，底下拿出来随时，所以呢刚刚征用了四口本家可得家庭23年。车马是对车，你做新口上家庭年呢，就扣不上你2个本钱。家庭24年呢，已经够在家庭皇帝一共45年加赛，所以这个人光是吃家庭一半的人光。现在少务镇最高标本党听见咕噜的来，身体立定子这上面得要想一想。阿为得我个下了流浪，阿为得与别人了流浪不为关，因为啥？因为今天你下下了浪背靠，因为天官府里下靠人实在都不够，所以你下了浪都背靠。这些流浪有啥人呢？现在不就身体的表演吧？站住！现在哪现在？标本类人有什么声音？耳去开来。我的长子听见写家，标本类有声音嘛，关你啥事呀？哦，写家，小不就不让上去个？什么？呀，我写这个叫标本类，你不让上去呀？写家是我写的。标本类是不好上去，但是现在听见有声音，阿为的有年高个种吃西这个靠人呐，最不想想，最不想想，私唱唱上去，或者有2个额外唱上去，那你去看看，如果啥有人的了，你马上海里下来，不过你再看一看啥人，谁是来要后进。我写家来挨的，我和大家讲，我家里上去的位置少了，那做讲个理由啊，怎么我对就你的问题？不是讲你给打联系，是我的一些人来讲啊，上午这么列了浪灯，张之我的得，上天，而且这各种武器高不高？一斤打上去，扩到第10斤，到第10斤了，我那个头已经推出是刘白的，从刘白扣上来，这里所谓的人呐，是天上，我对这个写着扩上1斤到19斤，那么扣得天上。哦，一口
做诗人打扮，看见个职业面孔分看起，但我们想再上去一人，那么达到20人，一口不用。好比就你的想讲，你讲我沟里河里这个人还办得呀？是吧？礼部天官的女士，兵杨氏的女子，通政司大堂啊，还有了他是个孙子。这脚胖子抽得好3年来，就你的奴是一个恶女了，跟我还去害你干？怎么难呢？我打你晒我个做干的，但是个恶女，一位走来，山无正听见脚步声音了走过来，对白酒器一口啊，站住！李然好人，何有先生？你家能去跟你何来？这个人他当得噶啊？这个人不吧？他是后人家。哦哟，先生，他是后人家了，那常常来在分口清爽呀。原来一口里张面孔，小的一好得来啊！他是谁呀？是谁？心中要一用啊哦啊！哎呀，是无真就你的女了，教父啊！哎呀，想师傅啊，你哪个唱得标本里？个人类是想说来教父，哪怕那衣服啊不用两个，可那用法呢？呀，快上去，对一公子讲，请他说下来，标本里不能得过。哎呦，现在侬讲闲话好，我想看见你高头上呀，侬哪个狗呢？哎，我真是不爱让你上去。现在可是不人呀！哎呦，有的侬上去了，还是你上去？跟你们在讲上，你们讲教父，你们讲你姨妹，这么你们还讲你刚刚求你是吧？一个都是呀，你给他别等，快掉下去吧！这些人光喝来喝去不人呀！不是，我看你一旦上去，山无正就你的二上去，跟我上去嘛，拿钢翻，那得靠气呀！这一想哎，因为市场标本里要杀，数日里在某经者为教父，还是为阿教，这个事体唱出来不得了啊！对。所以山无正把酒来站住，谁必得喽？我是讲，当时嘛，那水父子来过这么大问题，哎，是只比两高的，一路慢慢加上去，等到上标本里面，我的现在要跟人在推出吕白。提前看过去了这道理，所以真用得分看去。那么我对等到吕郎想得真，这口气下次好我来喊，叫你一声，喂，一高到山呀，真用呢，刚中看得蛮起劲，不过你自家心里想有什么？这个肌肉是本渣了。不能够多看，真用个地带晓得个，所以我这个记者本上多一句盲生随之不的意思，许多人在盲生视力下一看，现在如何了？所以我对上来也分口气呀，听见声音，哎呦，真用下一些呀，他如不离口气，我让看本上是我大的，那就对嘞。哎，真是，阿姨高头山药啦！哦，您等我看。哎，是啊。那你先讲来着，先讲啥人家？他走头来一忙嘛，这口里最够来的，认得个
可是真用个天机生得的美好，因为高中在那年高里向女听老乡见过了一个人，啥人15真。哦，就是你，要紧打过来嘛，叫人啥啊？姨妹，向先生与你了。我真想跳了对低的，说的特别难为情。现在听见家父过来了，见礼了，要紧替上水一个万福。这家相妹与你同为亲。是，姨妹请走。我真带家父看看，这个然后好收的啊！那么讲我收了老大气呢？带家父一看，哎呀，你就收了把九龙高鱼了。那么你把家父讲呀，那个找鱼子，第二一找肉肉，我真想你就收啊收，在家里点呢，家父别动气噶，我里手指起码还等不人。那么然后真是讲呢，但是忙李路天过你实在找鱼子了，差点他还手指哦。这样，真用过到奇怪，你大概得了啥？真用一点点分析了，你也不晓得该当今电视人高标本女不能够来的，是这反而门里呀姊妹，大错是人呐。这样，你欲守不知，你怎样为长舌本律家？姊妹真是欧阳分明，口语动语，被你进来。哎呦，可是你不管，刚才我的国子最管，莫与下人背后，下身一人担此。请问既然下面与四更大事，可人开几回？第4个事啊，真用在我个来得分类新闻。先生，莫与开机寡妇，我想来找到是共科技这个4个字啦。你作为让来的，收入里在你得的好干。这样啊。怎能到此语？你口开机，数日里在此沟，谁人私藏要明来？常被夫妇引来之下，要惜在儿子一命。既然自己不是拘律的，你都在此要后临盆。对，这样说下来，被我低低的追，恐怕
不当文笔的。哦，哎呀，真用这别个小事晓得，这个然后比较重要的，啥有数日的在，这个四个字得很客气，因为啥人唱之前呢，马上就要打开，这个真用在对慌了呀。我张铺里到龙秋帮子搞破的了，这位唱在给他的啥子呀？老实讲，这个鸡头本家要让手指玻璃，将来我一代祖母，我谁要拿个张事体去证明不了皇帝听？那个皇帝哪能做的呢？你送哪样子还重要的？于中本家是哪样子做的那个，你哪样子改的？因为有李中必须改了了，才从口得出的。对，现在肌肉可是我真的没喊个两声，那么求求我，哎呀，马上下去吧，别得了改当，多一个不方便。可是真用讲应该这样的。哟，是，当体一美，治病这下不必客气，快下来吧。是，谁死下来？哎，一美天哪！上午正做你的，我打你不好一道下去。这是个好的女人，可见是不大便当。再叫做你的，我还是买一个。那么哪呢？叫张子淋漓下去。张子，再叫哪？把一架狗衣送下来去。这个是我现在你呢，我在此上等。我现在你等他一些，对，一个够了。来，小伙子有点下去。好，这个张子的，来，追过来，追过来，真用力气来，唱子一个手，两字以上，根子站直。出来，刚刚后天，哈啦噔，一塌瓜子盒子杀死人红天，这听见下头，但是声音来了，哎呀，酒不醉人人日醉，色不迷人人日迷。下官赵文化，哎呀，今天龙王两位大人真是洪亮啊！再要下去那不行。对，来人呐，是，我老爷到标本楼去睡这么一会儿。你们在下面等我。晓得。有人来，是你对他们说，说老爷不在标本楼。不来了。你知道没有？晓得。有急，龙王两位大人到这来，千万要注意啊！是。但是驸马一阵宝一灵，人还噔上去。个小子就硬了，那母体上喊了噔，张继一口不好妖精罗杂水，罗头小丫把兵部炸了，都是来回进去，黑上头小丫回进去，真用一口不好的炸，驸马看见少文武上来讲，那龙发的都会再说。